花莲县府为讲予在前的罹难者办头七的法会，家属批评县长迄几位拢无关心，干那知影翕相。印尼伊斯兰学校建筑物的时间煞放弃，至少3个人死亡，200人受伤，还有几若10人待伫内底等人来救。以下战争敢有希望停战？美国总统川普提出20点计划，要求随行会。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有欣。花莲港府做水灾，到甲即马是第8天，目前18人死亡，也阁有6个人也找无。县长迄前为今仔日是替罹难者办头七的法会，说互家属真不满，有人批评县长哦拢无关心，干那知影翕相。有无圆通教主？哪靠哪念这文，花莲县长市政为拜二伫咧花莲水水生命纪念园区替罹难者举办头七法会。哪里仪式啊？家属都在后面啊！哎，他来到底要干嘛的？好，前面摆拍就可以，是不是？不过，雄雄有罹难家属真生气，冲出来骂县府。家属表示，花莲县府一阵官员到领堂了后，无第一时间先关心家属，就家己走去头前念香念经，开始祭拜。受到代志发生的迄天，罹难者家属也是真生气，因为伊的妈妈根本唔知影爱替你。早上我打电话给我妈，我一开始打电话我就打电话给我妈了，然后她说她都不知道啊，她一样过她的生活一样，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结果下午我再打给她的时候，就接到了之后已经全部都是罹难了，她就打那个完全没有她那个资讯了。我才刚办结婚而已啊，现在我要办白事啊。我要怎么办？根据花莲县政府的统计，崩山湖灾情拢总造成18人死亡，目前阁有6个人失联。也那罹难者遗体目前先放伫咧花莲水水生命纪念园区等待火化。花莲县政府也启动一户一社工的机制，提供罹难者的家属必要的协助。啊，叫我带伊来去医院，好无？社工带阿伯去抓人，因为拄则才已经向阿伯开工1点钟。这是伫咧光复乡的大静国校内底所设的安心关怀站，内底也有心理师会照3顿去关心住伫咧收容所的200位居民。现在的话，比较像是我们开始进入一个稳定的阶段，白天灾民会回去家园重建，那留下来的就会是一些像老人或者小孩，他们比较不会主动过来。所以我们会主动出击去关心大家。除了提供抓人的服务，现场也有提供家头帽、唱歌等等的活动，就是希望灾区的居民心情会当放轻松。另外，针对罹难家属的部分，关怀站表示未来会继续观察，继续追踪因的身心状况。以上是记者陈选柯敏哲伫咧花莲的采访报道。好，就是崩山湖做大水来造成灾情，水利署昨甲马太安溪一个水路来改向，避免溪水又搁流入去市区。也即个马太安溪爆发有一段要3公里长的破口，水利署是派人去修理，希望中秋进前会当完工。真侪台怪手一直甲太空堡里蹲涂山，花莲江河乡马大安溪崩山湖造成灾害1礼拜后，公司的空翕画面会当看到马大安溪第一道风线爆发，蹲积工作当伫加紧进行，181台重型机具加310个人力总动员。冲上来了！因为崩山湖溢流了后，真侪涂沙冲毁马大安溪2860公尺的爆发。虽然而到马大安溪水流已经成功解决，溪水未过流入来市区，不过山内可能还有风台形成，也有东北季风带来雨量。水利署要拼伫中秋节前完成3公尺悬的临时爆发。经过这个滚压机夯实过的一个临时的堤防，大概有3公尺高。那另外看到这个白色就是我们太空包。大概每一个是1吨，另外最接近河道就是我们的顶块，所以这一道土堤原则上希望在未来的8到10天，我们积极来赶快完成。崩山湖坝体部分跳水量小可降到595万立方公尺，湖水持续少量流出，状况相对稳定。暗过水位涂沙囤积严重，水利署当加强疏浚，所以维持红色警戒。中央嘛公布上新的崩山湖警戒发布机制，在24小时内发生累积雨量超过100mm的时候。那河道水位异常，我们将会发布海啸发布的程序。光一条马太安溪，其实就是中央2个部3个署在管。那当然，这是我们在灾害防救法设计上
一个很先天的一个弱点，我们应该很认真的来思考，我们要不要一个防灾的专责单位。将内政部长李鸿源提出，目前的灾害拢是复合式灾害，呼吁政府应该思考修正灾防法，成立专职单位防灾总署，避免各部会权责无统一，无法度快速指挥。记者采访报道。桃园连假已经结束，也是有真侪人留伫咧花莲斗3天，目前讲好也有400外户人家厝爱清理。另外有讲好向外围阿头莫部落大型机具卡伫咧管制区，无法度入去部落来整理。都有居民真生气，问讲别人来斗3天，煞无法度入来，也管府你敢有派你的人？即天和居民接咧，甲一桶一桶的土埋清运出来。教师节连假已经结束啊，30公款有真侪志工是留伫咧花莲光复乡市区的敦和街，世界当看到志工无用在帮助灾后的后援。灾民持续清理，把淤泥以及废弃物向外清除，而市区的多条道路都像现场这样，会把淤泥通通集中起来，就是要开出一条路，让小山猫等这种机具通行能够深入挺进，加快清理速度。有真侪建筑的正矮的巷仔，也是徛街的内部，即当靠人力慢慢拼，但街仔路和徛街相对拢较空快的佛祖街，有小山鸟和怪手入去徛街的顶道轮流挖，拼了就较紧。泥巴很厚嘛，有2天的时间是。怪手在清理。灾后第8天，马太安部落四界拢是踏足小山的土埋和废弃物，怪手和志工持续拼，说敢若永远嘛拼袂了，而且经过日头晒过，开始有臭味，互居民烦恼卫生的问题。食物啊、肉类啊，都已经跑出来了，或是化粪池溢出来的化粪池里面的东西，一定会有污染到。垃圾量有7127公吨，那累计有24974公吨，还有1万多吨的淤泥。伊灾区的土埋较黏，而且色阁较深，嘛互民众烦恼讲有重金属污染的问题。环境部澄清讲，土埋的无岩泉本身就有微量的重金属，是地壳的天然背景造成的，并不是人为的污染。根据国军和志工的统计，到30中昼为止，光复乡需要帮助斗病的家户，甲毁损严重病了嘛袂当大的扣掉，拢总有1517户，已经变1085户，剩432户爱病。人家从那么远的地方，高雄、台北来了，就卡在那边，然后呢进不来。那请问一下，县府你有派你的人来吗？伫大多数的地区，拢有机具在斗3天的时阵，伫市区差不多7-8公里远的阿托莫部落，规个庄仔头跟了一台部落青年的掠斗车，一直来来回回在载运土埋和粪扫，因为大型机具拢放挡伫管制点外口，居民请求政府斗3天，互大型机具进驻，帮助因加速清理和重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校园 A 型流感是传甲真严重，开学无到1个月，已经有396个人通报确诊。疫情毋但野关，搁比过去较早来发生。疾管署就推测讲可能是甲免疫力无够有关系。提醒讲明仔载开始，会当来自公费疫苗有流感甲新冠，会当来自高风险族群，就爱赶紧去做。爱注意是讲国小各甲高中学生的时间流感疫苗有公费会统一伫咧学校来注射。透早今早到病人快筛出现 A 型流感，台中市校园引爆 A 型流感疫情。第三季可以所观察，9月开学了后流感病例暴增。目前中市校园至到3岁，因讲是一人为着全家破病。A 型流感的确诊的人数就一直在攀升。那尤其是青少年，他们互相传染的情况更严重。家里有一个人得的话，几乎全家也都会感染。9月开学无到1个月，台中市府统计到9月至9为止，全市学校通报确诊 A 型流感有396人。校方正做高风险区，西屯区中庆国小附生幼儿园教囡仔洗手，防止疫情。勤洗手、戴口罩啊，那注意这个保持相关距离这一种公共卫生的观念已经落实。比如说发高烧了不来学校上课，师生卫教宣导，注意呼吸道及咳嗽礼节，落实生病不上班、不上课，避免疫情发生。疾管署表示，顶礼拜全国流感就诊52.9万人次，比前一礼拜提悬10.2%。其中台中市为16148请愿到18971人次，而且疫情比以前提早报道推测，甲免疫负债有关系。
我们上一次遇到这样子一个秋季9月的这个流感升温，是在2年前。那目前这个我们就诊的人次其实已经超过前年这个秋季流感的最高峰。那中央地方卫生单位呼吁，10月7日会做3期公费流感疫苗，包含目前流行的 A 型 H3N2 加 A 型 H1N1 拢在内，卖686万剂，高风险族群爱较早来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一间伊斯兰学校4层楼建筑物的时间刷崩起，苏当时有上百学生伫咧内底，至少有3个人死亡，上百人受伤，佮有几若10人待伫咧内底，等人来救。这个妈妈看起来真着急，佮家长徛伫边仔祈祷。印尼爪哇岛的伊斯兰寄宿学校，其中一栋当日时间4层楼高的建筑物煞熊放起，苏当时有上百名12岁到18岁学生伫1楼的祈祷室祈祷。代志发生的时，大群学生向外靠冲，但是有数十人被护逃走，都安尼护台起来。Masih banyak sekali yang masih terdengar untuk menangis atau menjerit ya. Akhirnya mereka masih hidup. 接到消息了后，救援人员、警察佮阿兵哥马上去救援，不过无偌久，建筑物又搁放起。伫边仔着急等待的家长是惊甲叽叽叫，救援人员马上要求所有人，包含停伫附近的数十只救护车，全部离开事故现场。因那12点钟过去啊，佮65人失联。伫各种设备的支援之下，救援人员把握黄金时间，透明一直学，佮向受困的学生送上水甲水来维持因的性命。Kita fokus pada yang masih hidup ya, itu pada yang masih hidup. Kita tentunya kita juga perlu hati-hati sekali karena kondisi bangunan yang runtuh itu, kemiringannya itu masih memungkinkan sekali untuk runtuh kembali. 印尼政府派人到场调查原因，初步发现这栋建筑物原底干那2层，煞伫无经过稳准的情形之下，家己加起2层。相关人员判断，应该是这个地基无法承受，佮加违法起的2层的重量。高雄新闻新路北编译。以下战争敢有希望停战？美国总统川普提出20点计划，要求随停火。哈马斯72点钟内爱甲人质放出来，以色列讲话人质分阶段来撤军，也哈马斯袂使有武器，军事设施拢爱毁掉，更加袂使掌权去治理加沙。加沙会先交予巴勒斯坦委员会来负责民生甲市政服务。这个委员会啊是巴勒斯坦人甲国际专家来组成。和平委员会会去甲因监督，也川普会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国际机构会协助加沙来中建，也正正川普捌讲要甲加沙人口拢迁走，要来去度假地。即便川普无安尼讲，即便未逼任何人来离开加沙，想要离开会当走，也若走想要搁倒转来嘛是 OK。各类居民留落来建设家园，也针对这个20点计划，保证以色列有同意，就等哈马斯来点头。以哈战争要满2年，美国总统川普这时阵推出目标是结束以哈战争的20点计划。如果川普甲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开联合记者会，伊表示以色列已同意这项提案，即马就等哈马斯伫72点钟来表态。But if accepted by Hamas, this proposal calls for the release of all remaining hostages immediately, but in no case more than 72 hours. 川普的和平计划包含双方停火、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甲以色列换犯人，也有以色列会分阶段撤出加沙，哈马斯同时解除武装。川普佮规划组织一个临时国际稳定部队，确保加沙安全。另外，还有国际监督机构和平委员会委任成员之一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he leaders of the Arab world and Israel and everybody involved asked me to do this, so it would be headed by a gentleman known a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of the United States. 甲进前，川普表示会清空加沙人口，重新将这打造成做海滨度假胜地。这摆川普计划特别讲到巴勒斯坦人未被迫离开加沙。纳坦雅胡虽然对川普表示支持，不过也讲到未来以色列继续在当地维权，而且暂时未支持巴勒斯坦属地政府管理加沙。But if Hamas rejects your plan, Mr. President, or if they supposedly accept it and then basically do everything to counter it, then Israel will finish the job by itself.
针对川普所讲将要接近达成的和平协议，美国学者认为，那哈马斯拒绝以色列得到美国全面的支持，采取必要的行动，所以哈马斯好像是无别的选择。中东媒体半岛电视台是对1点计划细节甲执评提出5大基本，包含三人来治理加沙安怎治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角色佫是啥物，以色列撤军的时间，也佫临时国际稳定部队要安怎安排。另外，这份北京红岸对巴勒斯坦建构的讲法也拢无清楚，前提也真多，因讲是无答案。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辑。美国甲南韩交车扣2%关税，抵数南韩新车出口量是一直减。不过呢，中国车颠倒有效主要是罗西亚、中亚、中东的需求真大，带动韩国8月交车的出口额达到55亿美金，也这个数字是历来上济。为空中看来像万台二手车整齐排列，老规身当官的工人驶蹲高机一台一台，甲因踏入去货柜内底，准备要去海外。这是南韩上大的二手车出口集中地仁川。虽然南韩的新车对美国的出口量因为美国2%的关税影响，不过整体汽车出口数字煞连续3个月拢增加，8月创下历史新高。主要就是这二手车伊的销路真好，今年顶半年出口金额增加7%，达到39亿美金。因为未去美国的比例减少，真正需求是罗西亚、中亚甲中东。 러시아 바이어들이 사가는 차량들은 그 사는 차량이 LPG 그런 차량들이 아니라 디젤 비싼 차들을 사가거든요. 한 뭐 1, 2년 된 거, 2, 3년 된 거. 교환이나 도색이나 이런 게 전혀 없는。罗西亚因为去国际制裁，无法度买大排气量也是较贵的车。这个时阵，透过友好的中亚国家转进口韩国的二手大型柴油修理车，若是车况良好，就会当卖到好价少。另外，中东进口的二手车数量甚至超过新车。 阁因为韩国车甲这地区拢是倒边驾驶，比日本正边驾驶阁较符合需求，这拢变做业者的好条件。 37만 대 상반기 이렇게 생각을 했어요. 그런데 약 45만 대가 수출이 됐습니다. 그 이유는 무엇보다도 시리아 전쟁 내전이 종료되고 그 이후에 수요가 폭발적으로 늘어난 것 같아요. 美国对南韩汽车扣2%的关税，比日本甲欧盟较悬，已经造成新车出口连续半年落价。专家分析，关税和全球的车价拢起价，一定原来会带动二手车的行情变悬。对于出口商无一定是歹代志，不过二手车业者坦白讲，基础设施较差，目前敢来当说一个无路用的主题公园无够需求，希望政府会当当做一个专属的出口园区，让这个产业会当充分发挥成长潜力。 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英国举办现代铁路200档纪念活动，也活动内底是火车这200档来的演进，成上千人去看。火车冲出水烟道道入站，这台列车仿全球第一只伫公共铁路赛的水烟动力火车，旁边停的英国伦敦东北铁路公司的高速插电混合动力列车达灵顿号大作轨，展现出火车200年的历史演变。 It shows that back in 1825 they were solving problems. How do you take large amounts of people and goods and stuff from A to B, which is still what would do it safely and securely and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which is still what rail does today and does so really effectively. 伦敦东北铁路公司的总经理洪书也曾做过去车站的站长。 和铁路迷众做伙庆祝现代铁路200周年的纪念日。经过2个世纪，火车对茶混合体建造演变到钢体制造，对几个人做伙亲手做一只实验列车，互列车成功挖靠家己的动力，有数十节的车厢向前行，才会当载人走过无同的城市，到无同的所在旅行。 好铁路产业趟全球，愈来愈普遍。根据英国政府的统计，敢若伫英国，每一年利用铁路出去佚佗的旅客都有17亿的人次，这么多。200年来，载人世界旅行的列车一直在改良，不过列车轨道用的跨度甲车辆之间的距离拢无变。Still on wheels that are the same width apart. The tracks the same width as those first track widths.
effectively the same width as two horses side by side. It's extraordinary. We're still using these same principles. 除了英国各个火车形态也对时代的变化，日本的新干线运行超过60年，目前上紧的时速会当1点钟285公里。在印度，当局最近启动有史以来距离上长的铁路建设计划。 按算要用火车连接克什米尔山谷、甲印度河恒河边洋，这条铁路按算会2过36个磅坑，973座桥，建设成本可能会到50亿美金。对介意旅行的人来讲，出去佚佗的港区会当坐汽车、高铁，也是飞轮机。不过，火车犹原是大众交通网络真要紧的一部分，也是上会当看到原始旅途景色的交通工具。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